伫台南仁德成功里内面有上百只流浪狗，造成有人去互狗仔入，也有人夹走家。在地乡亲是希望政府赶紧来处理。本地拍算讲要伫个仁德区北路快速道路边仔的大塘造林地起流浪狗的安置所。不过，即马这地北出现合法性的问题，动保处也回应讲，市政府会甲相关单位做伙来讨论。 原来伫车会开狗仔看到人就直直飞，台南仁德成功里有侪民众反映社区内有上百只狗仔，实际来到这狗仔透早拢眯起来，暗时煞结规档出来交叉住户。除了有当地人和教育，甚至嘛出现家走的问题，大人囡仔互夹到规身躯，严重送去病院。 尤其那个小孩子啊，大人现在整个脚可能就将近有差不多，数十个小孩子哈、已经送医了。半暝啊，阮社区的迄个住户吼，无法度人困。附近就有人家绊倒，结果嘛，住院住了很久。流浪狗的问题到今拢无法度解决，住户就向当地民代申请，经过里长、民代甲仁德公所记者。 日前嘛已经邀集相关单位来看过，拍算要伫咧仁德区86快速道路边仔的大塘造林地，要来设置流浪狗安置的所在。当地住户是拢真赞成，不过却传出地北无符合的问题。里长讲希望赶紧处理，莫倒撇问题。这个流浪狗赶紧掠来结扎，找一个好的场所甲安置。 咱靠我都慢慢来解决这个流浪狗的代志。遐个所在是迄个都市计划内的农业区，是毋是会当来做动物收容处所？这个部分因为有发现的问题，需要市府团队来合作。 来去做解决，靠法度去做设立。动保处表示，要设流浪狗安置的所在，要考虑到在地住户的支持，地北敢有合法，另外地主嘛要同意，若拢符合，才会当来评估。目前林地只案着查地北问题，也未解决，在地人就望政府会使跨部门协调跟处理。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